今日係4月5號，首先同大家睇下當年今日嘅娛樂新聞。娛樂圈當年今日將會搜羅當年今日嘅娛樂圈事件，勾起大家幕幕回憶，令你再三回味。2012年4月5日，已經有2個女嘅台灣節目主持人小 S 徐熙娣剖腹誕下約7磅嘅小龍女 Alice， 老公許亞軍同埋家姐大 S 徐熙媛全程喺產房打氣。小 S 更喺微博貼上2母女嘅相，大 S 留言爆料指 Alice 面細腳長，喊聲響，睇嚟 BB 頗有奶母之風。大 S 仲表示小 S 產後感動流淚。2008年4月5日，亞洲天后蔡依林1連2日喺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演唱會，喺演唱會上大跳高難度鋼管舞同絲帶舞等。因為咁 ，Jolin 喺開 show 之前更特別請嚟奧運前體操冠軍柳璇指導體操動作。2008年4月5日，梁洛施同某唱片公司合約官司勢在必行。據有份同佢合演荷里活電影嘅黃秋生透露 ，Isabella 對公司控告佢一事覺得奇怪，感到事件好有趣。至於鄭希怡就話唔怕 Isabella 上庭講述多年嚟嘅遭遇嗰陣，會牽連其他同門藝人，仲話好想聽 Isabella 有咩發表。歡迎收睇《星動亞洲》，我係馮家俊。大家好，我係蕭靜。今集嘅星味傾情嘅女主角呢，曾經都係我哋亞洲電視嘅其中一份子喎，參演過《秦始皇》啦、《白髮魔女傳》啦，仲有《時勢英雄》等等嘅劇集。佢就係黃造時啦。嗱，黃造時咧就係藝員訓練班出身㗎，咁佢咧演技唔錯，加埋靚女咧，好快就喺電視圈度嶄露頭角啦。娛樂圈造就咗無數叱咤風雲、紅遍中外、歷久不衰嘅非凡藝人。過去佢哋飾演過無數傳奇角色，拍攝咗好多經典劇集，又或者演唱過唔少扣人心弦嘅歌曲，令每一位觀眾都留下刻骨銘心嘅印象。有人話讀書就好似逆水行舟咁樣，不進則退。其實從事演藝工作亦都係大同小異。藝人如果唔想好容易被人遺忘或者係淘汰嘅話，就要喺競爭激烈嘅娛樂圈當中突圍自己。因此，我哋要把握每一個機會，積極嘗試唔同範疇嘅工作，務求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全面。裝備好自己，隨時隨地迎接挑戰。時機往往可以憑雙手創造，就好似今集我哋嘅餘情未了主角一樣。佢就係黃造時，做戲都做得幾好，不過好耐就冇見過佢啦。我覺得佢好認真啦，同埋做得幾好咯。靚，做得幾好啊，靚。OK。咁知唔知道佢而家去咗邊？唔知喎，應該係走咗去大陸啦，應該。聽到佢嘅消息等等，係咩時候到咧？哇！咩時候到啊？我都真係諗唔到啦，起碼都係90幾年嘅事啦。即係都可能85年做到，好似90年都冇做啦。自從80年代尾逐漸淡出演藝界，坊間都好少再聽到黃造時呢個名字啦。16歲就入行嘅造時，跟湯鎮業、廖啟智、陳敏兒等等知名嘅演員係同期嘅藝員訓練班同學。初出茅廬，已有幸跟黃元申、石修等當紅嘅藝人合作。喺演藝圈嘅日子，佢參演過多套嘅電視劇同埋電影，包括《秦始皇》、《白髮魔女傳》、《呂布快》、《時勢英雄》、《五郎八卦棍》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而造時對於自己喺《秦始皇》當中飾演明儀公主呢個角色就最為滿意啦。平時同佢相處，覺得佢點㗎？幾好㗎，佢都唔會話攬女仔咁樣，好刁蠻啊，要人就佢啊，咁唔係㗎，即係好似當佢男仔一樣咁看待就得㗎啦。咁佢雖然佢上鏡就扮到好靚，但係平時咧都係牛仔褲啊、T 恤啊咁樣。因為後來我哋有合作過一套《秦始皇》，因為呢套戲我哋有去西安嘅外景㗎嘛，咁所以去到西安咁直情一齊生活啊、拍攝啊、休息啊、玩啊咁樣，咁所以印象就會再深刻啲咯。佢幾好㗎，佢做戲係唔錯嘅，
幾聰明下㗎個人。我睇佢咧唔使成日話揸住本劇本咁咪嘅，但係咧出到嚟咧又好順嘅，好少 NG 嘅。年紀輕輕就喺呢個五光十色嘅圈子打滾，或者都挑起咗呢位小女孩對每樣事情嘅好奇心，而佢亦克盡己任，盡展所能，積極投入每一項嘅工作。作為台灣著名音樂人童安格嘅表妹，黃造時喺唱歌方面咧，亦都頗有天分㗎。咁啊，當年佢就曾經同過民歌王子歐瑞強啦，仲有白馬王子蔡楓華合唱一啲歌曲，部分作品更加打入音樂嘅流行榜，成為一時佳話㗎。與此同時，多才多藝嘅佢，亦都做過兒童節目嘅主持啦，又為知名菲林品牌做過模特兒，拍攝電視廣告。喺過程當中，黃造時一直發掘緊屬於佢自己嘅路。當初你同黃造時咧係點樣認識同埋有咩淵源啊？我同佢最主要都喺亞洲電視認識啦。咁喺啲劇集度最初應該係秦始皇啊。咁然後咧陸陸續續有啲劇集，我最深印象咧應該係龍的小子啦。咁我做佢細佬嘅嚇。咁我嗰陣時同佢一齊，我諗成套戲咧有好多合作嘅機會啦。咁佢係帶住我啦，佢就係即係師姐嚟噶嘛。咁好開心咯，拍呢個劇集。感情好唔好㗎？佢好酷㗎，造時姐係啊，即係佢靚啊嘛，又酷咁但係你唔識佢，佢就好酷。咁認識耐咗咧，你就覺得佢好真咯，同埋佢唔花巧咯，講嘢佢就同埋佢會即係佢對人都好真誠嚇，但係佢表面係冷酷啫嚇，即係佢比較冷漠，但係即係實質即係唔知係咪靚女係成日都係咁樣。咁你覺得造時姐係啲好勇於嘗試嘅女仔嚟㗎？都係㗎，咁雖然佢個外形咧嚇係好冷豔啊，咁但係我同佢合作或者我哋睇到佢過去個即係演藝生涯啦，無論佢最初佢係可能好似我哋咁嘅兒童節目出身啦，跟住又能歌又善舞啦，咁無論佢時裝特別古裝啦，好多人都話讚佢古裝好靚啦嚇，咁我覺得佢係敢於嘗試，亦都扮演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嚇，都演繹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希望我哋有機會亦都可以重睇翻佢以前過去嘅劇集啦。咁但係喺佢過去工作之中咧，我留意到一樣嘢，其實佢非常之敬業咬業嘅。佢譬如話佢好準時啦，佢拍劇集嘅時候，或者佢即係好聽即係監製導演啊嘅即係嘅工作，佢點樣去分析個劇本啊，佢點樣去演繹個角色，咁呢啲佢哋都做得好好咯。咁同埋佢都幾資深啦嚇，過去咁佢都累積咗一定嘅演戲經驗。我諗有啲好多大家都記得嗰啲角色咧，佢都演繹得好好咯。好多藝人喺離開咗娛樂圈之後，都會有各自唔同嘅去向啊。大部分都會過自己嘅新生活，絕少會參與一啲圈中嘅活動，或者同圈中人聯絡嘅喎。但黃造時咧淡出咗娛樂圈之後咧，佢嘅行蹤都係鮮為人知嘅。我哋星動亞洲努力追尋，唔知會唔會有驚喜呢？繼續翻嚟星動亞洲嗱，為咗追尋黃造時嘅下落，我哋用咗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向佢嘅舊同事啊、舊朋友啊打探下咯。咦，咁我揾到佢啊？結果又係點啊？我都好想知啊，自己睇。匆匆10年，黃造時變得越嚟越低調，而外界亦傳過造時早已喺1998年移居咗去英國嘅倫敦。好在透過同佢一直保持聯絡嘅方國珊，我哋得知更加準確嘅資訊。仔啊，你有次做乜嘢？咁過去我哋又好開心啦，咁大家一齊都認識咗我哋嘅契爺啊胡楓先生啦，修哥契爺。咁我過去呢10幾年，無論我以前拍完《龍的小子》，或者跟住再有呂布快拍咗幾個劇集，去咗讀大學翻嚟之後呢，咁就同佢哋一齊都好多聚會啊。佢有冇透露都話即係譬如做下做下可能想慢慢淡出，唔想做，有冇呢啲先兆俾你？即係透露到俾你聽咧。我諗呢方面就冇話有咩先兆咯。我諗一個人生嘅階段應該係咁好似我咁，可能我都
喺佢眼中都會突然要去咗讀大學啊咁樣。我諗我好開心咯，見到佢有一個咁嘅歷程啦。言談間有冇講過話，有時都會過下熱氣癮啊，想復出或者有冇表示過呢樣嘢？我諗唔會啦嚇，即係有機會即係你哋可以直接捉到佢出嚟啦。不過佢而家就即係深歸啦嚇。咁但係我相信佢就會即係好 enjoy，好享受而家佢嘅家庭生活咯。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獨立個體，對於偶像作出嘅選擇，我哋都會尊重。能夠知道佢哋最新嘅近況，知道佢哋過得幾好，作為 fans 嘅都應該感到欣慰啦。希望呢份情可以一路延續落去啦。喺2010年，美國嘅 CNN 就舉辦咗一個過去50年聞名全球5大指標音樂人嘅選舉。哥哥張國榮係名列第3位嘅，被視為發揚香港流行音樂嘅開國功臣之一。佢嘅殿堂地位真係毋庸置疑。係啊，咁其實不知不覺啦，哥哥都離開咗我哋10年啦，冇咗佢咧喺呢個香港娛樂圈咧真係失色不少嘅。我哋只可以咧透過回憶去追思呢一位嘅巨星。告別人生舞台嘅張國榮今日舉殯，前往送別嘅歌迷站滿兩旁，歌影視嘅圈中好友更加係親王自仔。連日嚟，好友、歌迷用上唔同嘅方式為張國榮作出最後嘅祝福。喺4月1日，張國榮匆匆走完佢嘅人生路，遺留落嚟嘅係佢永恆嘅藝術光輝，同埋一段段令人難忘嘅追憶。佢嘅家人、一班好朋友同埋歌迷喺呢一個星期紛紛獻上心意，為張國榮送上最後一程。尋日，哥哥嘅好朋友鄺美雲同埋向太為咗追悼亡友，特別去到窩打老道一間佛堂為哥哥誦經，希望可以令哥哥早登極樂。喺法事開始之前，已經有唔少善信去到佛堂準備一切事宜。到傍晚6點15分左右，一身黑衣打扮嘅鄺美雲首先到達佛堂，之後向華強夫婦亦都到達。咁佢哋呢個法師都好好，咁呢啲都全部其他嘅誦經團係全部自願嚟嘅。喺佛堂內，地藏菩薩前面嘅往生壇前擺放咗6款供菜、4款供果。另外喺名牌之上，亦都寫上佛力超薦故友張國榮君生年之位，陽上鄺美雲敬傳。旁邊仲有一張哥哥嘅遺照。到咗6點半，佛事正式開始，由佛堂負責人滿年法師帶領誦經。首先誦舉香讚，之後法師就帶住 Colly 等人喺往生壇前誦念心經。Colly 一路誦經，一路思念哥哥，非常之傷心。整個佛事過程大約2小時，之後佢哋就坐車離開，前往香港殯儀館作最後嘅致祭。靈堂以清雅白色鮮花佈置，遺照就採用金枝玉葉嘅劇照。靈堂門外更嚴如白色嘅花圃，放上各方好友、歌迷嘅鮮花，包括前度女友鄧慧思、好友邱淑貞豆豆同埋丈夫嘉偉送上嘅花籃。圈中嘅朋友亦都喺傍晚嘅時分陸續嚟到致祭。我哋見到嘅有黃秋生、岑建勳、張學友、羅美薇、周潤發夫婦、黃霑、周慧敏、寶珠姐同埋仔仔天京，仲有張柏芝等等，直至晚上12點，協助籌辦喪禮嘅施南生先至離開。雖然張國榮嘅喪禮喺尋日開始舉行，但係喺上個星期六嘅晚上，佢嘅一班歌迷已經透過互聯網發起悼念儀式。接近晚上8點鐘，喺文華酒店門外已經聚集咗超過300人。大會當晚不斷播出張國榮嘅歌曲，每當歌聲響起，除咗有歌迷嘅和唱聲之外，仲不斷傳嚟一陣陣嘅哭泣聲。等我哋所有敬愛哥哥嘅歌迷同哥哥一齊鞠個躬，好唔好啊？好唔好？唔該晒。張國榮嘅治喪委員會
喺尋日下午6點至到8點為市民安排咗公祭儀式，但係喺2點幾嘅時候，已經有過百嘅歌迷聚集喺附近嘅球場。大家着住素色衣服，手臂綁上白色絲帶，非常之有秩序咁樣等候公祭時間。有啲歌迷一邊等候一邊接紙鶴為哥哥祝願。而大會為免市民久候，提早喺5點20分開始公祭儀式。而每位入內致祭嘅市民都獲得大會回贈一封吉儀同埋一份紀念品。喺6點後放工時分，參加公祭嘅市民越嚟越多，好快就企滿咗2個球場，龍尾已經睇唔到。據估計，參加公祭嘅人數超過8000人。夜雨一直落，冇停過，大家喺雨中默默等待，等待同佢哋嘅哥哥講出最後嘅說話。望佢安息。其實我哋覺得掛住佢，但係其實一直我哋仍然都唔覺得佢係離開咗咯，係咯。因為佢嗰時 concert 都講過話，即係人哋嚟送佢，佢會好滿足咯。經過尋晚嘅致祭，靈堂外面擺放滿親友、歌迷送俾張國榮所鍾情嘅白色鮮花，現場大約有接近1000人冒雨聚集喺外面，當中有唔少更加係喺風雨中通宵守候，為咗送別張國榮最後一程嘅歌迷。再加上連夜守候嘅傳媒，由於人數眾多，警方架起鐵馬以維持秩序。延續張國榮傳奇。2003年4月8日，哥哥張國榮出殯當日，伴隨住哥哥嘅唔單止係佢嘅至愛親朋，仲有10000歌迷。4月8號，哥哥張國榮出殯嘅日子，伴隨住佢嘅嚟同佢作最後告別嘅，除咗有佢至愛嘅親朋戚友同埋10000歌迷之外，仲有嘅就係一片灰嘅天色同埋煙雨濛濛，令到整個氣氛更加哀傷肅穆。今朝早，張國榮生前嘅好友以及演藝界人士都先後到場致祭，當中包括有張耀榮、謝賢、郭富城、張衛健、肥姐、劉培基、林青霞、詹叔、梁朝偉、劉嘉玲、謝霆鋒、吳君如、王菲、陳嘉上、高志森、余真、李嘉欣，以及仲有好多嘅親友，都相繼步入靈堂，向張國榮作最後嘅送別。哥哥張國榮今日出殯，嚟送別佢嘅歌迷、影迷，由尋日開始已經絡繹不絕咁出現。而家係朝頭早9點鐘，喺殯儀館對開嘅馬路已經企滿晒支持佢嘅朋友。雖然大家可以為哥哥做嘅就只係可以遠距離咁樣送別，其他咩都做唔到，但係其實有心已經好足夠。小姐想問下你咧，其實今朝幾多點已經嚟到呢度咧？8點鐘，送佢最後一程咯，都係嚇。咁你有冇話特別帶啲咩嘢嚟啊？帶個心嚟咯，都係，係咯。咁其實你最喜歡哥哥嘅係乜嘢咧？佢才華啦，同埋佢唱得歌啦，同埋係佢啲歌係伴我哋成長咯，喺80年代伴我哋成長咯嚇。小姐，咁你今日帶咗啲咩嚟啊？帶咗張國榮嘅紀念冊咯。咁其實你最喜歡張國榮係乜嘢咧？好多講唔到。例如咧？佢啲歌聲，同埋佢即係好有才華咁。咁其實今次呢一件事帶俾你啲咩感受啊？覺得好可惜咯。經過數小時嘅守候，
時間接近中午12點，亦都係預計靈車駛離靈堂嘅時間。歌迷靜默守候，直到大概12點15分，以全白花朵裝飾嘅靈車載住張國榮嘅靈柩駛離北角，移送到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張國榮嘅親人、好友、歌迷送別張國榮嘅最後一程。踏過多少彎，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再難接受嘅現實，到咗今日亦已經成為定局，因為今日係哥哥張國榮出殯火化嘅日子。當完成所有儀式之後，載住張國榮遺體嘅靈車，大約喺12點15分就由香港殯儀館出發，直駛向歌連臣角火葬場。哥哥一班生前好友同埋在場嘅工作人員一早就到場打點一切，準備迎接靈車以及哥哥嘅親友。至於喺火葬場大門對開嘅位置，就聚集咗一班哥哥嘅 fans， 佢哋一直都表現得好自制，好有秩序。張國榮嘅靈車到達咗歌連臣角，遺體正在準備火化。今日一別，再會無期，一如佢嘅作品名稱《煙飛煙滅》。但係呢一位巨星嘅歌聲、電影、獨特嘅個性同埋形象，將會永遠長留人間。靈車大約喺1點鐘到達火葬場。一代巨星隕落雖然令人神傷，但係為咗襯托翻哥哥嘅氣質，靈車一反傳統，頂部鋪滿百合花，車身選用滿天星，一陣鮮花嘅微香，加上點點白同綠，令人聯想起車內棺木內嘅主人翁哥哥張國榮。當靈車到步嗰一刻，在場嘅歌迷終於忍唔住大叫偶像嘅名字。隨住靈車而嚟嘅仲有3部旅遊巴士，第一部車接載嘅主要係親屬，第二部車主要係哥哥演藝界嘅好朋友，包括哥哥喺遺書內特別多謝嘅肥姐沈殿霞，被哥哥形容為台前幕上最合拍嘅老友阿妹梅艷芳，仲有張學友、鄧光榮、吳君如、謝霆鋒、張衛健、莫文蔚、林青霞、黃霑、毛舜筠、張耀榮、劉嘉玲、梁朝偉、王菲、狄龍，同埋曾經獲哥哥點名讚賞嘅陳冠希等等。可以話哥哥生前嘅好朋友、痛錫佢嘅前輩同埋敬重佢嘅後輩都齊集火葬場，參與哥哥離開嘅最後儀式。儀式完畢，當大家見到哥哥嘅大相，當大家見到佢生前公開嘅唯一男性密友消瘦咗嘅唐學德喺朋友攙扶之下步出會場，fans再一次忍唔住呼叫張國榮嘅別名哥哥，令人聞者心酸。愛屋及烏嘅 fans 除咗關心唐先生，對於哥哥嘅家人同埋好朋友梅艷芳亦都送上問候。大家姐你支持啊！多謝你啊！同哥哥親如兄妹嘅阿妹，帶住哀傷嘅神情，被人攙扶住離開，完全令人感受到當中嗰份傷痛。哥哥另一對好朋友劉嘉玲同埋梁朝偉，雖然全程戴住太陽眼鏡，不過表情悲動。的確，好朋友英年早逝，為所有愛佢嘅親戚、朋友、歌迷、影迷都帶嚟好大嘅打擊。
Eason 陳奕迅今年又會開個唱啦。早前呢，佢就連同唱片公司嘅一班後輩咧開咗個音樂會，為自己熱下身先。梗係啦，成3年冇喺香港開 show 喎，所以一賣飛咧，啲歌迷梗係爭住搶啦，仲出現咗撲飛嘅熱潮添。阿 Eason，你嘅魅力真係好驚人。今日咧就有一位非常之識得營造氣氛啦，而且好中意搞呢樣搞嗰樣，但係佢絕對係樂壇裏邊呢一個實力派歌手。佢係邊個？冇錯啦，就係 Eason 陳奕迅。佢今日咧就喺呢一度帶領一眾嘅師弟同埋師妹咧舉一個音樂會啊。咁啊當中咧包括有 Kelvin 關楚耀啦、Mr 啦、林德信同埋 Robin and Candy 啊。咁啊現場氣氛咧係非常之咁高漲，而且每一位 fans 聽起上嚟咧都係嗨到爆炸。不如一齊感受下啦，好嘛？第二首歌咧就係非禮啦，呢首歌裏邊咧咁啊當中你有啲歌詞咧就係話，就算幾有樣貌都好，冇禮貌 no。哇！你捉到呢個重點喎。喂，咁其實有冇暗示一啲而家新嘅歌手？因為頭先你一直都話好支持新嘅歌手啦，咁但係有冇影射少少嘢先？完全冇影射。冇嘅。影射通常係側邊聽到嘅人覺得，咦，即係你有一個影射嘅心。你咪就影射咯。係啊，即係自動對佢入。藝術嘅嘢就係咁簡單嘅啫，我就冇嘅，我諗哇！啲歌詞密到咁樣，頻輪隨類互溫。幾驚你甩啦！咁又唔使驚。嚟緊 Eason 呢將會咧舉行歌唱噶啦，呢一輪佢正密鑼緊鼓咁樣裝備自己，希望唔好令粉絲失望。有咩突破今次？突破係視覺上，聽覺就冇問題。着內衣褲出場咁樣。係咪真係先？梗唔係啦，咁 cheap。我做 cheap 啲嘢嘅咩？梗唔會啦。我咁有 class 個人。咁啊好高貴噶嘛，我哋呢啲又高貴又怕醜，係高貴怕醜。係啊。就算用1000首情歌，還未夠勇誠實愛過，盛世內簡單接受我，能方有音樂，就算用1000首情歌，還未夠怎感覺更多，在最後得一種是我 I love you in the key。 好多 band 友都會視 Beyond 為偶像，呢一晚 Mr 就特登揀選咗佢哋嘅歌曲作為致敬。咁其實我哋頭先都唱咗2首歌啦，分別係我哋嘅一首情歌啦，同埋我哋選擇咗即係我哋好中意嘅 Beyond 樂隊嘅喜歡你啦。咁呢2首歌我諗都夠足夠表達到我哋嘅心意啩。啲 fans 都冧到不得之了啦，冧豬。音樂會舉行當日咁啱就係林德信過咗身嘅婆婆切靈嘅日子。佢雖然心情仲未平復，但仍然堅持演出，敬業熬業，認真抵讚。因為我公公真係好愛我婆婆，我公公身體好好嘅，咁呢幾年都係我公公睇住照顧我婆婆，每日幫佢煮嘢食啊，幫佢換衫啊、沖涼啊，所有嘢都係我公公做嘅，咁即係我親眼見到真愛係點樣嘅，咁自己我覺得我公公俾咗我一個好好個 example， 咁我希望將來如果可以揾到一個我咁愛嘅人，我都會一定會好似我公公咁樣，係照顧我最愛嘅人啊！
小明哥徐小明最近接受咗高志森微博嘅訪問，暢談佢當年做武術指導嘅辛酸，仲有由幕前轉做幕後嘅心路歷程。片帶入咗電視台，咁嗰陣時我就做演員，我梗希望啲招數自己度咧。我喺出邊已經做緊武術指導啦，嗰陣時已經同阿成龍、阿袁輝我哋合夥啦。到我放棄咗電影嗰個發展咧，我翻嚟電視台一拍武戲，覺得哎呀好唔自在，我當俾人打都唔會咁，我拍都唔會咁條件咁差。但電視台真係冇嘅，咁嗰陣時乜都自己做，冇武師我就揾晒我以前啲武師啲兄弟過嚟捱義氣。收車費冇錢嘅啫咁，咁嗰陣時就電視台亦都冇武術指導呢個職位嘅。冇啊！當我做龍盤虎踞嘅時間咧，我仲記得嗰陣時同我哋嘅總監傾，個總監就話冇嘅噃，電視台冇武術指導嘅喎，我點俾你啊咁？咁我就話錢可以唔俾，係，但係嗰個職位唔能夠唔俾，係，因為你冇職就冇權。咁換句話講，同導演合作點做咧？武戲一定係佢 handle 嘅。如果導演好識武戲就冇所謂。咁啊，終於就俾我拗贏咗，錢就冇啦。武術指導個名俾你啦，個職權俾你啦咁。所以嗰部戲我好中意，因為嗰部戲真係我自己做指導，我自己做演員。咁我揾埋一啲兄弟支持我嘅，差唔多收車馬費，就唔係收正式嘅費。咁嗰部戲咧就當時反響好大，觀眾好受歡迎。咁啊，好可惜呢個片因為一次火燭，可能係救火嘅時間啲水浸淋咗啊！咁嗰陣時又唔會話有條 copy 會全倉啊咁，所以我嗰陣時拍嗰啲戲咧，例如好似拍鬼馬神偷啊嗰啲喜劇功夫片又係，咁我亦都冇咗啦。因為幕前賺錢多，幕後咧嗰陣時咧就請個 PA 咧係絕對係唔會同幕前嘅身後比。但係嗰陣時黃世超先生俾我好大考驗，佢話你哋3個小生都想住幕後，有冇諗過？公司唔可能出個小生價錢去請個 PA。喺嗰陣時，除咗你之外，李道雄同劉松仁都想住幕後。李道雄冇諗過，嗰陣時羅石清。羅石清 ，OK。咁我確實真係好想做。咁後尾黃世超就真係俾個好機會我，亦都考驗我。我真係放棄咗幕前嘅薪酬。嗰陣時我真係由 production trainee 啊，即係話連 PA 都未到，係啦。咁啊係 PA 嘅 PA， 冇錯。咁嗰陣時我就放下身段。咁我哋完全我話我唔緊要，我黃生，你如果俾個機會我揾少個人工，我當學費，因為我一直都好嚮往能夠喺外國讀書啊，喺呢方面增值自己。咁佢話好啊，你試下啦咁。咁結果我就真係放棄。嗰個過程當中咧，俾黃生即係觀察到我真係有誠意去做去學。咁啊，終於咧我做咗1年左右啦。咁佢就話俾我聽，佢話我都睇到你係有咁嘅誠意同有咁嘅心，勇往直前。咁佢話你係唔夠生活嘅。咁嗰陣時俾我兼。小明哥仲會講下佢當年做先頭卒返中國拍片嘅原因，同埋細個習武嘅經過。足料版本盡在高志森微博。哇！小明哥同阿高生嘅對話咧，認真精彩。想知道更多嘅訪問內容，記住留意高志森微博啦。好啦，而家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有自爆娛樂事件簿同埋亞視節目導賞團嘅，一陣間見。歡迎翻嚟最後一 part 嘅星動亞洲啊！咁而家同大家睇下咧，我哋嘅樂壇天后王菲咧，當年同竇唯婚變咧，引嚟全城關注啊！咁傳媒咧貼身追訪，希望得到獨家新聞喎。嗱，當時亞洲電視嘅今日睇真啲節目主持黃麗梅咧，就喺北京追訪呢單新聞啦。點知咧，竟然俾竇唯潑汽水喎！之後佢仲拒絕道歉添啊！到底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樣呢？即刻同大家睇下自爆娛樂事件簿。王菲竇唯嘅離婚消息已經醖釀咗1個月，王菲一直都喺香港，並冇直接同竇唯見面。不過喺上個星期5，王菲終於決定北上，將呢段維持咗4年嘅婚姻畫上終止符。王菲竇唯正式決裂。當日王菲同埋經理人陳家英及助手 Angela 大約3點半到達北京機場。喺等候行李期間王菲表現輕鬆，經常面帶笑容。雖然王菲當日並冇化妝，一身便服，但係風采依然。期間不停有海關職員同埋乘客上前簽名，佢都一一接受。直至下晝4點鐘，王菲一行3人終於步出機場，一大班在場等候嘅記者立即上前採訪，但係佢都默不作聲，上車離開。
嗱，經過一輪嘅追逐戰之後呢，咁原來王菲落機嘅第一站呢，就係嘉林花園呢度。咁而家所有傳媒呢，唯有喺門口繼續等佢出現啦。喺較早前，竇唯同佢媽媽原本一直呢就係住喺嘉林花園，不過早喺1個星期前，佢哋已經正式搬走。咁有傳聞，竇唯一早已經打算同佢嘅愛人高原另覓新居。當王菲到埗1個鐘呢，即係晚上嘅6點鐘呢，咁竇唯呢從三里屯嘅酒吧呢坐的士啊，翻到嚟嘉林花園呢度嘅。據講，今次竇唯返嘉林花園嘅目的係同王菲辦理離婚手續，而接近黃昏嘅時候，一位據講係律師嘅女士到達嘉林花園，大約逗留咗2個鐘，就坐的士離開。當律師走咗半小時後，王菲就親自揸車，開開心心咁駛出住所。當王菲離開之後，一大班傳媒咧立即追上。咁由於有太多傳媒車，咁場面一度混亂。咁之後，王菲呢仲喺馬路落車，跳上另一架由朋友駕駛嘅汽車而離去。而另一方面呢，竇唯之後亦坐的士離開嘉林花園㗎。嗱，王菲離開屋企冇幾耐咧，咁啊竇唯咧，咁啊喺晚上嘅9點鐘咧，咁啊離開咗嘉林花園。咁我哋幾經追逐之下咧，咁啊終於啊跟蹤到佢嚟呢間餐廳度，咁啊見到佢食緊嘢啦。但係當問及王菲嘅消息嘅時，咁佢就冇回答。嗱，食完飯之後咧，喺晚上嘅9點半啦，咁竇唯咧就嚟到三里屯嘅酒吧。喺到咗酒吧之後，竇唯一直都表現輕鬆，當時仲招呼記者一齊玩。酒吧玩，因為咧三里屯嘅酒吧有好多咧係有呢個音樂設備㗎，咁所以每逢阿竇唯咧喺度玩親音樂咧，必然吸引大批嘅客人咧喺度聽佢玩音樂嘅噃。竇唯啊，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嗎？我們一般記者等得很辛苦嘛，可以說幾句嗎？今天玩得開心嗎？今天晚上？啊？今天王菲到北京是要跟你辦離婚手續嗎？今天晚上玩得開心嗎？當時我哋嘅主持黃麗梅首當其衝，被竇唯飲過嘅汽水潑過正着，而同時附近亦有幾名女記者受到牽連。自爆娛樂事件簿，王菲竇唯事件。原本竇唯喺採訪過程當中一直表現開心，傳媒亦都冇騷擾佢嘅雅興，只係希望竇唯喺盡興之後能夠接受訪問。第一句問佢嗰時，其實都冇乜嘢，係咪？係咪即係我睇翻香港報道就話，可能另外有啲記者就問一句，即係佢唔係即係覺得比較難堪少少嘅説話，咁結果佢就發嬲咁咧。係啊，我自己就第一個行埋去先嘅，咁所有記者都未行埋去，咁我自己行埋先，咁我又問咗佢今晚心情點，我其實諗住佢話好開心咁。點不知其他有間電視台就問係咪俾人趕出嚟，咁佢就發嬲。咁但係我唔明點解佢又唔潑嗰個記者，又潑咗我度。其實佢嗱，你會覺得佢係即係故意潑向你度啊，定係話即係佢係隨手咁潑咁，但係結果就即係你唔好彩潑中你咧？我應該係隨手嘅，我唔好彩佢就咁應啱首當其衝就潑正我成面成頭，咁跟住之後嗰啲汽水再散落其他記者嗰度咯。咁其實當時你自己都好尷尬喎。尷尬㗎，自己直情我都唔知點做，咁淨眼前一黑又暈一暈咁樣，先可能入個眼度睇唔到嘢，跟住所有人都靜晒，又唔知點樣，因為始終我哋好似騷擾人哋咁樣咯。咁但係我又覺得竇唯嘅態度應該就話我唔接受訪問啊，你哋落去啦。咁我都係咁樣好啲咯。咁佢亦都全程都係冇道歉過嘅。冇嘅，佢完全冇呢個意識要道歉，佢就一潑完之後好嬲，咁跟住你朋友就叫個老闆上嚟。就話趕晒你落去下邊街嗰度企咁樣咯。其實即係身為一個女仔咁，當時即係成杯即係汽水咁樣淋落嚟咧，你嗰時有冇諗過即係話我走啦，我唔做訪問或者翻香港啦咁樣？我冇諗過，因為我覺得即係佢係潑我，咁係對我啫，咁我又唔想影響公司嘅運作，咁我就堅持要留落嚟咯。譬如公司同事叫我你不如翻酒店先啦，都唔使理噶啦咁樣，或者公司要我哋撤退，咁我覺得冇必要咯。我又唔想因為我自己個人去影響整個運作，咁我堅持一定要繼續留低，繼續做埋最後咯。
喺潑汽水呢件事件發生咗之後，黃麗梅為咗討回公道，告上當地嘅法院，要求賠償50萬，兼且係作出公開嘅道歉。不過到咗最後，法院呢只係輕判竇唯賠償166個6嘅洗衫費。咁黃麗梅唔忿氣，佢就上訴啦。但係啦，喺開審呢一件案件之前呢，雙方突然庭外和解，而且竇唯呢亦都向麗梅姐呢公開道歉，事件呢就係咁樣平息咗啦。不如講翻我哋另一個環節亞視節目導賞團啦。今日呢，導演黃真真將會繼續呢講下青春劇嘅一課，咁呢仲會為大家呢解構下男女關係。大家記得要俾心機聽書啦。80年代，麗的電視開創青春劇嘅先河，其中經典劇集《對對糊》喺1981年首播，即時掀起一股青春偶像劇嘅熱潮，令全城嘅年青人着迷。故事以描寫青少年心態為主，再加上家庭、學校等支線嘅配合，湊合成社會性相當強嘅劇集。亞視節目導賞團將會同大家深入剖析青春偶像劇嘅成功秘訣。嚟得，偉生，乜嘢啊？你睇下佢哋啊，男有男坐，女有女坐，我要等佢哋一 pair pair 坐。你要佢哋點坐法啊？哎呀，每次喐2個人，喐4次，咁咪一 pair pair 坐咯。你唔信啊？等我而家做俾你睇。水泡啦，1公升啦，上鵝啦，咖喱雞啦，喊包啦，1公升啦，大罐啦，咖喱雞啦，係咁襯啦。咁咪得啦，老爺。哎呀，我知啦，呢啲即係打麻雀嘅對對糊係咪啊？得，好，嗱嚟下，每話，嚟下，預備，1、2、1。現代嘅青春偶像劇咧，都會將男女關係嘅矛盾表現出嚟嘅。黃真真導演喺香港演藝學院戲劇系畢業，多年嚟涉足影視圈台前幕後多個崗位，對拍攝青春歲月嘅故事別具心得。就講呢個年代啦，譬如我覺得今時今日嘅女孩子啦，係主動好多，即係女追男咧，唔係一個即係咁離譜嘅事情，所以喺青春偶像劇，你會見到呢一種現象。但係以往嘅，譬如80年代，你唔會見到，你只係見到啲女仔好純情啊，好怕醜啊，要約佢幾次先出街啊咁。但係今時今日喺青春劇，你可以睇到女仔係主動啊，甚至2個女仔會嗌交啊，因為佢哋爭緊一個男仔啊。咁呢啲都係好現代嘅。咁另外一個矛盾你亦都會睇到啦，因為今時今日喺職場上面咧，有啲女仔會做得比較叻啲啦。咁可能佢喜歡咗一個男仔，如果男仔嘅地位會係或者佢職位比佢細少少嘅，咁呢啲矛盾咧，即係個男仔唔舒服啊，但係又中意呢個女仔，即係個所謂女強人同一個可能低小職位嘅男同事拍拖，咁嗰種矛盾亦都會喺青春劇睇到嘅。因為呢個就係反映現實啦。而家現實裏邊就係有咁樣嘅 situation， 而呢啲係我哋逃避唔到，但係我哋觀眾又好中意睇，因為都係我哋旁邊發生嘅嘢。咁仲有一點我覺得都係有趣嘅，就係你話喺 office 裏邊咧，其實都多咗所謂嘅姊弟戀嘅。咁我覺得呢啲咁嘅 topic， 以前喺80年代或者90年代嘅青春劇啊或者偶像劇咧，你唔會睇到，但係依家咧就反為成為一個好 hot 嘅 topic， 因為都係我哋社會裏邊男女關係面對嘅矛盾同埋問題。咁你知啦，睇 drama 越有矛盾咧，我哋就會越係津津樂道。對對糊裏面飾演水泡嘅蔣金愛上咗由文雪兒飾演嘅咖喱雞。蔣金憑住各種趣怪嘅表情，將角色演繹得淋漓盡致。OK， 拜拜。又幾通氣喎！上嚟做咩啊？哦，我嚟接你放工㗎。我仲帶咗啲雞髀啊、汽水嚟俾你食啊。
行啦，萬世魔王啊！睇唔掂條路點行啊？點啊？呢度咪呢度咯。要唔好咁再嚟我公司啊？知唔知啊？你嘅點解啫嚇？早知唔準就唔準，問咁多做咩啊？梗係唔中意食雞髀啦，做豬扒俾你啊！你而家食咗佢啦嚇。你自己食到飽啦，見到你飽啦。哦，有雞髀食唔好嘥，你攞嚟，我嚼。你好行啊你！我條啃死都唔俾你食啊！吔波子啊你！吔波子做咩咁勞氣啊水泡啊兩口子鬧下交，隨時都有啦。我以為你中意食咖喱咩？係辣啲㗎啦。如果大家都有一啲久未露面嘅藝人消息，又或者想透過我哋追尋某一啲藝人嘅下落，歡迎登入以下網址，又或者透過社交網站聯絡我哋。希望揾到更多舊朋友，透過熒光幕同大家見下面啊嘛！咁又係時候要同大家講拜拜啦！多謝大家呢個禮拜嚟收睇我哋星動亞洲啊！下個星期咧繼續會有唔同嘅精彩娛樂資訊啦！記住星期一至五晚7點半一定要黐實星動亞洲，拜拜！跟住落嚟係播映微播天下，請繼續欣賞。